乾坤莫山在，仰天长叹路漫漫，前生今世本无奈，常怀一笑红尘外，难道糊涂自由在？难道糊涂又在？难道糊涂山在？又在山在？怎话日月天地转，人间沧海成悲哀，是非恩怨何处断？却看乾坤莫山在，仰天长叹路漫漫，前生今世本无奈，常怀一笑红尘外，难道糊涂自由在？你在京城大小客栈打听，一定要找到郑板桥，见到他就把这些银子交给他，叫他务必前来找我。是，王爷。大人，请。这就是苗公子的包房。打开。大人请。他不在啊。啊，请请。哎，他出去多久了？哦，大人请坐。一大早就出去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大人，您是？他是我外甥。哦，小二上茶。大人，请用茶。老板，哎，给我准备笔墨。是，大人。二位客官慢走。啊，这位客官，您里边请。啊，老板啊，我想找一下扬州来的郑板桥先生。郑板桥，是住这儿吗？是，有啊。往里走，往右拐，最后一间，您去找就是了。啊，多谢多谢，不客气。这。王爷说，务必请先生马上去找他。哦，二位告辞了。板桥，去见慎亲王吗？我想不能去。这个时候，应氏的举子去串门，那是非常惹眼的。再说，咱们在京城还是有点名声的。慎亲王为人正道、廉洁、光明，我们考不上大也罢了。如若要是考上了，事后万一有人做点文章，对亲王不利，干脆考完后我们再去拜见他。想不到板桥是一个心系弱妇之人呢。哎，那我们现在如何打发时光啊？听你的呀。哎，刚才听对面的几个公子说到燕子酒楼听歌去，不如我们也去吧。好啊，哎，走走。
带着款呢，里面请啊，请里面请。哎，这书中自有金镶玉，书中自有黄金屋，这才是圣贤。读书就是为了升官，升官就是为了要发财，发了财才能娶老婆。哎，来干一杯！来，说的太好了。娶了老婆干再干。哎，来，吃菜啊！孙子。二位，请。哎，咱们来京城啊，就是为了读书。来，再干一杯。二位用的什么？好？吃。要半斤水酒，随便再来2个小菜。穷三下臭了。哎，吃菜啊！哎，我说梅公子，能不能换个曲子？换个陈词滥调的。换一个。换一个。哎，我说这位小姐姐，新曲唱，就算我苗公子点的。哎，对，好。来，干！我就唱一首最新的《道情十首》吧。好，就是他。是的啊，实情细说来。来，干着。好听。全仰仗你了。哎，好说。小公子这回肯定是高中了。王公子，哎，这4个事儿啊，就全靠你了。干！哎，板桥啊，这不是你的道情10首吗？没问题。怎么传到这儿来？真新鲜啊！这词儿传北京来了，那应该唱得更好点，是不是？那你还不上去调教？你又出什么鬼点子？你还当我不知道啊？苗公子，再来一杯！来，一起来！这文章就无法做。公子备了一份厚礼。什么厚礼啊？多谢。吃菜啊！坐遍天下文章吧。大超而已。哎呀，那就看谁招的好了。来，不是。别来了，老大，来。哎，我说这位小姐姐，你刚才唱的是什么曲子啊？禀公子，小女子刚才唱的是扬州郑板桥的《道情10首》。哎呦，唱的我都想哭了。好了，别唱了，我来陪公子喝酒。对，喝酒了。你看这小妞儿唱的还真不错呀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德福兄，哎，你还真是有福气呀！哎，得看你的了。谢公子。哎，嚯！来，哎，拿着。待会儿我们几个才子吟出的诗，姐姐你就拿刚才的调子唱给我们听，怎么样啊？听公子吩咐。姐姐真是个知情知理的小乖乖。哎，我听说啊，扬州出了才子郑板桥，诗书画名扬江南呐。画我没见过，诗文你们刚才听了吧？我看呢，纯属是胡说，有如放屁。哎，别说是郑板桥啊，说李白的诗天下无敌吧，我看呀，也不过是平平而已，是不是啊？这个郑板桥和三苏相比，谁高谁低啊？我看他们的诗文呐，都很浅薄，不如三字经呢。来，各位仁兄，刚才听了你们的宏论，我们甚感新鲜，讨教了。哎，两位不如一同入伙，痛饮几杯如何呀？是，不必了。各位，说起李白、三苏，我们的学识浅薄了一些，不敢妄加评论。不过，
说到郑板桥，我倒是略知一二，因为他是我的一个同乡。各位这样肆意的笑话他，凭的是什么？这个乡巴佬出言不逊。凭什么？凭的是我们的才学。哦，敬佩，敬佩。刚才就是听了这位才子所言，说是要吟诗祝酒，在下愿以郑板桥弟子的身份，与诸位斗诗读酒，一来为郑板桥讨个公道，二来为几位助助酒兴，如何？德福，你去跟他较量较量吧。对，跟他较量较量，跟他较量，如何？就是。这是100两银票，你在上面写1万个字，这银票就归你了。这是诸葛亮小儿时的游戏，也上了电视举子的雅堂，真是羞杀我也。好，算你过了我的门槛儿。说吧，怎么个斗法？爽快。是我先考你，还是你们先考我？悉听尊便。好啊，这可是兄弟你说的，那我就对不起了。我先来考考你，一个对子，一首诗，随你的便。不过，咱们输了赢了，得有个说法吧？那怎么办啊？输了，我喝3盅酒。等，太少了，那多不过瘾呐。谁要输了，就喝3碗。公子，3碗酒不算什么，跟他拼了！3碗就3碗，跟他拼了！你真是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主。你知道我是谁？先别管谁是谁，你先出题吧。哼，你听好了，我出上联：1塔7层8面。妙啊！哎呀，德福，你可真有学问呐！哎，答呀！你答呀！快答呀！你输了，喝酒吧。哎，慢着，怎么就输了？你什么都没说呀！啊，就是啊，你什么都没说，怎么就人家各位仁兄，我的这位仁兄已经对出了你们的下联。这怎么这？你们难道没有看出来吗？他用手势让你喝，就是已经对出下联了。5指3长2短，与你的1塔7层8面相对，还有比这更妥帖的吗？喝吧，兄兄，你就老老实实的喝吧。喝吧，反正黄汤不是往他肚子里呀。喝吧，就喝，喝就喝。好，爽，兄弟，爽，好。哼，酒先失胜诗一家，你听好了，得过我第2招，作诗。对，作诗。好，不过这回我们换个读法。可以啊，没问题。你说，赌什么？是赌什么？你听好了，如果这次谁输了，谁就把这张桌子买下来；如果我输了，我就买下来背到你的客栈去。可如果你输了，如果我输了，我就把它背到你的客栈去。对呀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今天赌就赌个新鲜的嘛。没错。那这样，你来考我。哦，这可是你说的？我说的。你听好了，下边啊，你呀就做4句诗。这4句诗里就要有10个一字。不可能，那做出来还叫诗吗？是。哎，这是你叫我出的题呀。我又没让你出那不可能做的东西啊！你们谁能做得出来？是啊，谁能做出来？谁能做出来？听我说，按规矩，要是答不出来的话，那可是你输了。别人让你做，你做不出来，现在你让我做，那不行。就是啊。哎，公子，你看这做牌就让他做嘛。那好，
这题算我出的，你来做。对，你来做，你做个试试。可以，不过输赢要认账。你去打听打听，我苗某是何等人？爽快！店家，请拿笔墨。好嘞。哪位先生要笔墨啊？请放在这儿。好嘞。好。可能走，过去看看。走，咱们也看看去。走，看看去，看看去。哎，我就不信这个邪了。就是，谁都能写出来了，写好了。一粒一梭一孤舟，一个渔翁一钓钩，一主一客一席话，一轮明月一江秋。好诗啊，有诗，有画，有意。不可能，你这里头有10个一。要不要掰着手指头数数啊？啊，我看看，你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有10个，真有10个，这有10个。快点，快点！哎呦哎，公子，你行不行了？行不行？挺住，公子，你要小心啊！要挺住啊！你千万要挺住啊！能不能挺住啊？我要不要别人帮忙？来，后面拖着点！对，公子，慢点！坚持要站住了！这没事吧，小虎？来，咱们帮忙吧！来，帮忙！小心别摔着！别走！什么呀？这下倒霉了吧？慢点！哎呦，这快倒在那儿啊！小李呀，走稳了！哎，你看这，上当得亏有今天啊！这个是臭洋相，哎，躲开！让！搞啊！快点过来！来！慢点，脚底下，慢点，倒给他。哎呦嘿！看他，过来看呐！哎呦，党队呢？你也有今天啊！哎呦，闪着腰了吧？桌子放哪儿啊？好了，就放这儿吧。老板啊，来了。老板，先生有什么吩咐？啊，这张桌子是那个苗大公子买回来送给你做见面礼。谢谢。伙计，来抬进去。走。来，慢着，把试过留下。公子，我来。公子，给您。走了，走。慢走，走，让。哎呦，
舅舅，你们都退下。是。跟我来。走吧，回去读书去吧。走。没用的东西，给我跪下！舅舅，给我跪下！舅舅，这不怨我，都是他们，废物！我为了你能够考好，我费了多大的劲儿！你好好看看。多谢舅舅，多谢舅舅，德福，我一辈子也不忘舅舅的大恩大德。你可千万别泄露出去，这可是有杀头的，听见没有？知道。舅舅，这可是证据，舅舅，你得给外甥做主，你得给外甥报一箭之仇。郑板桥，又是郑板桥啊！今年的殿试在即，为了从各地来京应试的举子中选出精英良才，朕已经钦定了6位大臣来掌管殿试的有关事宜。大学士张鼐，臣遵旨。大学士包括，臣遵旨。大学士金敏之，臣遵旨。大学士刘德良，臣遵旨。金大人，金大人，哎呦，林大人，恭喜大人连任读卷大臣。首席阅卷大臣是张鼐，我不过是个陪衬罢了。哎，那个吏部监考官有你没有？有啊，还有13王爷、左御史撒哈德。你想办法到郑板桥的考场去，好好关照关照他。好，那是当然。不消大人交代，让他落到我俩手里，此乃天意呀！啊！皇上驾到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殿试开始，监考官入场。举子1号张士奇，举子2号苗德福，举子3号王凯，举子4号郑板桥，举子5号王征，举子6号张大海，举子7号程鹏，举子8号刘培业，举子9号何鑫，举子10号石德清，举子11号刘子和。岳爱卿，臣在。这郑板桥可是一个怪才，
不可小看呐。皇上启驾。等等，你的答卷纸多了。那你留给我半张，这怎么能够呢？你不是在巴掌大的地方就能写出洋洋万言吗？这半张纸还不够用吗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钦差凌大人。没错，好记性。都说名人好忘事，我看郑先生就不是这样的。好了，做你的卷子吧。大人，喊什么？你喊什么？大声喧哗是要取消考试资格的。那不，大人，你看，凌大人把我的答卷纸都给拿走了，你看就留下了这半张纸，这怎么能够呢？答卷纸人手一份，怎么会少呢？不要再出声了，明白吗？这。考官，交卷。谢大人。考官，交卷。哦，谢谢考官。这是
好，时间到了，交卷。谢谢大人。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。谢谢大人，快交卷！谢谢大人，慢，这儿还有一个。就完了啊！还有没有？快点儿！哎呦，大人，大人，交卷儿。你这是干什么？答卷啊！违反考场规则，这可不是你为所欲为的地方，报废了。我怎么了？莫非你今天才知道？大人，板桥告辞了。来人，在。大人，收卷。这。哎，包大人，你这是？哎，包大人，林大人，我在收卷。你下官怎么了？莫非大人不认识？这也是答卷，为何不收啊？这。好，很好。好，你们都来看一看，来。好。哎呀，诸位大人，你们看，这儿，还有这儿，好，还有这儿，漂亮，漂亮，好啊！这篇策论出语奇巧，用词精美，通篇文章跌宕起伏，伟仪俊秀，闻其声如入其境，探其意如观其心。啊，是啊，请看。这个举子是哪儿来的？像这样的文章啊，可以进第1名啊。对，应该是第1名。是啊。金大人，你看呢？我没什么意见。不过嘛，这样的卷子要放在皇上面前，有伤大雅呀。我看最好把它放在10名2甲以后，免得皇上那儿。
张大人，张大人，啊，刚才人多不便，我还有一些话没说完呢。那您就说吧。郑板桥的大名是轰动朝野呀，更何况，他的文章是令人钦佩之至，取他做第一名，皇上不会有什么疑义的。您说，您怎么不说话呀？啊，我在听金大人说话呀。大人，您是首席阅卷官，当然排名次那是您说了算。张大人，你我可是共事多年了，没有恩仇，也没有深交啊。我说句您不爱听的话哈，郑板桥的答卷要是交到皇上那儿去，那可是凶多吉少啊。此话怎讲？你想啊，那些桌椅板凳要是摆到了皇上的面前，这不是戏弄皇上吗？就算是皇上宽仁大度，心里也是堵得慌啊。当然了，我可以把这责任呢都推到这个监考官的身上去，不过，这郑板桥的第一名可就……哎呦，怎么了？您干什么去啊？啊，我忘了件东西在文华殿。金大人，你先回去吧。啊。皇上，这郑板桥是第一名，这个嘛是第二名，这是第三名，这是第四名。哦，这郑板桥是扬州的郑板桥吗？啊，正是皇上。这是他的答卷。启禀皇上，金敏之大人求见。叫他进来。这金敏之大人觐见。放这儿，退下去吧。臣金敏之叩见皇上。这是什么？皇上，这是郑板桥的答卷。郑板桥的答卷？那这个是谁的？皇上，您手上的是郑板桥的答卷，这桌面上的也是郑板桥的答卷。据下官所查，考试现场郑板桥就没有足够的考卷纸。我们收到的答卷就是这张桌子，微臣唯恐惊扰圣目，特意一字不差的誊抄了一份，并呈给皇上，请皇上明察。金敏之在。这考卷纸是怎么回事？即刻查清。臣领旨。皇上，
臣以为发卷的事要追查，但是郑板桥在桌上的答卷，也应当以戏弄皇上论处。金敏之，臣在。你的意思是，郑板桥可以在考场上要到考纸，可他故意不要，将答卷写在桌上来戏弄朕，是吗？是，不是，考场有考场的规矩，他要不到纸张。这些你都知道。那他要不到纸张，难道让他像呆子一样的傻坐着，等着收卷领饷吗？臣没想这么多，臣想的不是这些。你想的是什么？直说就是了。臣不敢胡言乱语。哎，金爱卿，朕说过了，说你无罪。谢皇上。皇上，那考题中的齐鲁经验图，您看出问题了吗？什么问题？这诗是几个人所作，其中就有郑板桥。这话从何说起啊？您看，这是3个人的笔记啊，郑板桥、金农、李方英。3人联手，天衣无缝，也堪称一绝嘛。张爱卿，你说呢？是皇上，书画中作画与题诗合璧之作多得很。这幅齐鲁经验图是完美无缺。圣上，臣的意思不在这里，关键的问题是，郑板桥他们参加了蓝山变故，如果没有他们，蓝山不至于闹得那么乱。你等等，你的意思是说，蓝山变故时，郑板桥也在蓝山？对，他和金农去京城应试，理当匆匆赶路，然而郑板桥却滞留蓝山，和李方英在牢里写就这诗，其矛盾所指显而易见。原来是这样。皇上，郑板桥的策论文章文理不凡，但他的语气咄咄逼人，充满傲气。作为一个布衣，他摄政也太多了。臣以为以文取人可取，但纵观郑板桥的天性，好惹是生非，不成熟，臣以为不可取。既然金爱卿早知道这个齐鲁经验图的诗画乃是他们3人所作，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呢？自从臣与李善相争，碰了一鼻子灰，再也不敢轻易多言了。金爱卿，你不喜欢他们的东西，可你对他们的画风笔法的研习还是蛮深透的嘛。
是本是缘分，相知不容易，何必在乎爱与恨？留下一段真情，彼此都拥有，天长地久才是真。相爱相随到老，陪伴度一生，岁岁月月情更深。经过多少坎坷艰辛的旅程，与那风吹过一分。今生难得有情人，能知我心的伤痕，抚平我忧郁的苦闷。今生难得有情人，给我快乐和安慰，让我陶醉不后悔。春去秋来有机会，珍惜永久的依偎。今生难得有情人，今生难得有情人。